我的画面呢？恁小等一下，我的画面呢？是咧安怎啦？嗯，小等一下。大家晚安，大家好，歹势给大家吓惊到哈！跨年失败，好恐怖！对，前阵子好像在推特看到，不是推特 X 看到有发一个跨年失败，很赞诶，墨水侠的那个跨年失败那个很酷，很喜欢那一张。对，好，先给大家小姐们，创阿姐暗晚欢迎，还有阿酸暗晚欢迎，还有伊头六只暗晚欢迎，还有鸟鼻狗嘴暗晚欢迎，还有阿玲暗晚欢迎，还有伊利暗晚欢迎。拍谁？刚刚吓到大家，今天的画面比较精致一点啦，所以那个因为太精致了，就出一点小状况。对，那张超赞的，我超喜欢那张。跨年失败了，现在是2025年12月35吧，现在是35号，你只能跟我一起过了。哇，完了，这对大家来说是奖励吧？迄个雷比恐怖有够赞，嘿啊 ！Analog horror， 我嘛真介意 Analog horror。若真有机会，我嘛一直做想要，用台湾话来做，台湾话的迄个 Analog horror。这节目搁用迄个镜头无毋对哦。我想讲爱较有气氛呢，想讲互大家这画面较有变化。无大家拢会对我感觉亚神啦，我好怕他就玩火蛇玩腻。好，不要再乱讲话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日这好这基站强项，好难念，今天的，而且这画面若是网络无好，画素佮降低的完全大丈夫，甚至佮较有气氛啊，有影，这我拢设计好诶。这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好啦，我真的越来越小丑了，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那欢迎收看2026年第1集的七战共赏。我们今年第一次要来，原本那叫什么？有没有？我们2026年第一个要来看的台语文酷炫网站，就是这个台语文拍字练习。上面做原底想讲那结果家己咧，我就拢咧黑白讲话啊，我头有法度，我就知影大家上爱听这款呢。我就是宠粉主播啊，哪有办法？为了满足大家的奇奇怪怪的癖好。我只好努力一点，满足大家。天哪，迎合大家的需求啊！出卖我能出卖的一切。好啦，回来。接下来看的这个网站就是台语文拍字练习就我本来没有想过，就是会有人做这样的网站呢。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小时候有没有电脑课吗？对，小时候电脑课有没有试过？就是我贵一样蛮。昨天我玩看这个，真的我一直很想玩，但我没有偷玩。我想说我要那个把这个第一次的反应留给大家，听起来越来越那个是怎样啊？好，回来，我们是合家观赏节目。对，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在电脑课还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有玩过中文打字或是英文打字这种练习打字的？对讲较白吼，这世间做这代志吼，嘛拢是安尼都是这样子啦，就是多做就会越来越厉害，这做数雄的就打字也是，所以大家如果有装台语输入法，然后就是想要让自己打字变得更快的话跟大家说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用这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用这个网站来练习打字，你打字就越打就是越做就会越厉害，所以打越多就越快，
对啊，另外一个方法呢，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伺服器啊。我的 Discord 伺服器里面呢，有分不同语言的频道，那其中就有这个全台文的频道哦啊，大家都会当点遐拍台文啊来开讲安尼哦啊，你若甲大家开讲哦，你就会足欢喜啊，你若欢喜，你拍字就袂感觉痛苦哦。我们在这个快乐中学习，寓教于乐，应该是安尼讲无唔对啊，对。打字没有被课程训练过，但是被工作还有网络笔战训练到啊！你们也可以在我的 Discord 伺服器吵架哦啊！你们吵架也是一种网络笔战，对，网络笔战的时候，因为很激动，就会打字很快嘛，对不对？所以练一练，你就会变得很擅长打字，太好了，太好了。好啦，但是那个在我的伺服器吵架，如果人身攻击会被我赶出去哦，希望大家不要把被赶出去当成奖励啊！我的 ban 就是永 ban 啊，好，回来，对，啊，今日这台语文拍字练习吼，嘛真简单，因为它网站设计的非常清，我多谢阿玲的300块，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哎呦，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啊！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有定这个目标哈，对，这个目标呢，简单来说就是来练财了，对。那大家如果就是有在这个时间到之前有凑满这个条件哦，我们今天的条件呢，就是要有5个300块以上的 Super Chat 哦。如果有收到这么多个 Super Chat 的话，我就会办台文打字比赛，然后绑一些不是绑强迫，也不是强迫，邀请一些人，我就会邀请一些 VTuber 朋友，就是来比赛这样子，对，因为我想说要办。我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好像可以办比赛耶。可是办比赛好麻烦。如果办比赛好麻烦，又没有钱拿，就有点不太想办啊。所以那个我们聪明的丹娜阿慧都想出一个办法。我知道，就开个目标啊。如果达成了，我就办啊。我也有拿到钱啊，爽了，大家都爽。嘿，好可怕，剩40几分钟就要爆炸了，感觉不会爆炸，好不好？不会爆炸。对，哪有人叫别人绑你女儿，你老爸安尼做的哦？他有这个款老爸哦。人讲迄个我要来绑票，一寡人的时阵啊，绑我的查某囝，他有这种老爸。好，但好的，第一个绑你女儿，好不好？双赢不对，伊里感觉也会被我绑来呢。但对伊里来说应该是奖励吧。哈哈，会很紧张吗？不用紧张，就是如果到这个时间到之前都没有收集完哦，就可能比如说刚好就只有收到4则的话，会怎么样呢？啊，几关的旁体哈，钱我就拿走喽。对，没有啦，就是没有要骗大家哈，所以我们游戏规则就也先讲一下。好啊，讲完了。好啊，大家若愿意支持的，通好来支持。好啊，若无愿意支持嘛，袂要紧吼，有来看。我的意思是讲，无爱立钱嘛，袂要紧，有来看，有来到分享还是安怎的？都欢喜啊。聊天室是不是只有截到重点？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吗？对伊里来说，绑架是奖励。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回来。好啦，讲到哪里了嘞？讲到，我们来看这个酷网站吧。耶，好啊，这个网站其实就设计的还蛮。这叫什么呢？简约吗？对，也没有什么太杂乱的不必要的资讯，所以其实还蛮好那个的，蛮容易使用的，很简单哦。首先呢，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练习的文本，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有人写了你很喜欢的 VTuber 的 BL 同人小说我凊彩记咧你们不要想太多呢就随便你们。好，对，如果有人写了什么你最喜欢的2个 VTuber 的 BL 同人小说啊，你觉得台文的写成台文的啊，你觉得就是打这个会让你很有动力，好想打字，学习效果就是翻倍再翻倍。嘿，哇！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感谢鸟米果水的300块，鸟米果水要看大家算台语文拍字比赛，太感谢了，我们现在目标达成的已经达成了2/5，好好，到时候如果真的办比赛的话，我只好准备一些有趣的文本，咱继续讲。
总之，如果你觉得有一些特定类型的文本会让你打字特别有动力，你好想练习的话，你就可以自己 key 对，那就算呢，你们有自己先准备文本，也不用担心伊家下卡我觉得足方便的功能，做随机教典例句，教典是啥？教典就是教育部台语词典，教育部的台语词典里面的那个各个词汇的页面呢，都有它的例句它直接从这个教育部台语词典的例句里面直接随机抽进来你可以决定一次要加多少比如讲我这一摆想要加7句我就用7句试落安尼就有伊爱分2趴的一抓就是1句一行就是1句，对，那这边就有汉字加台语，嘿，哇，复制文图书馆台文翻译给当提供真济的，我也觉得不错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些有趣的文本，肯定要来点复制文还是怎么样的吧，对吧？好，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目标有达成的话，这一定办，对，那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没啥正经的文本这点爱的。好，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吧。那还可以选2种模式就是看你是要练习打汉字，还是看你要练习打台罗。对，那汉字的话，总之我们先直接进来吧。我们直接进来看看这是怎么运作的。来，头一抓最上面这一行呢是准备区，你可以在这里调整你的输入法。调整好势了后，确定无问题了后，再来继续拍。刷来继续拍的时阵，伊就会给你算分数，他就会帮你计分、计速度之类的。对，好，那我们就废话卖讲伤济咱来拍字看卖大家那个如果想要打台文的话，可以找一下网络上有很多种真的很多种，手机也有这个网站手机也可以用对，手机也有电脑也有，就是都有不同的台文输入法可以用看。对可以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对，那以后要打台文或是要练习打台文就可以用。好，我想看卖调整输入法，调整好好你若调整好你大家若较敖用电脑的就知影你试迄个 tab 有一个叫做 tab 的按钮，你试落伊就会跳到另外一抓伊就会跳到另外一个爱互你写的这个空格咱就会当安尼来赶紧看你会当拍字拍偌紧安尼，或者拍字练习安尼我就来表演一下互大家看咱有7句应该有7句过年你看伊就开始算时间过年时哎哟嘛无偌高一间店照常营业过来代志毋是代志已经过去你毋免搁问过来你去摕度针度针是啥？来度针是温度计是你去摕度针来磅看囡仔敢有发烧毋是发生啦，发烧过来烧静香毋是烧是烧毋是烧是烧静香这有较文言呢。点速茶哎呀袂晓拍字我这字读口精雷鼓哇这我毋捌听过呢。哇你看啦，学一下拍字你毋若学着拍字，你阁会当学着迄个你毋知影的字，冒死有无？很赚呢。
迎接属号，好难，属号。我互我拍字啊！我上讨厌啊！度点是温度计，无对。我上讨厌迄种讲话无信用。哎哟，我哪会遮漏气？毋是信用，是信用。有无信用的人，伊落昨日，落昨日遮为澳洲转来，迄个。压力哪会遮大？迄个囡仔规身躯拢生。这字安怎读？来结束。遮生啥物？杯啊！哇！我总共打了3分钟呢，你要3分钟？2分58秒。健康，100拍健康，大家会当甲我学了啊，多谢啊，拢有拍到，好，就是安尼，像破死过，遮尔简单的问题，就是安尼，上讨厌无信用的人，一定爱信一个神，毋是安尼讲，好，表演了啊，就遮尔简单，就是遮尔简单，3分钟刚好一回合擂台是这样子吗？我没有上过擂台打架，我唔知。好，那除了输入汉字之外，不过它就是要安怎讲，它就是汉字的话，就是伊敢若会当转汉，还是转落，敢若会当经一种你看你是要拍转汉字，还是要转落马字两种经一种，汉字当然就是照教育部的不过你准备的文本，那本身是用，比如讲在来字，还是其他的汉字的理路的，嘛会使不过当然你若为教育部来抽到的，就应当是教育部的推荐的汉字，佮有教育部的台落安尼，这个网站的作者是陈建中老师，无毋对，就是建中老师对。虽然我无先甲伊讲对希望伊无，他应该不介意我跟大家介绍这个网站吧？希望对，虽然我没有先跟他问过，对。一周做这代志呢？对啊，他就是之前我在那个想要准备印这个台语桌游的测试品的时候，就也有遇到一些字形上的问题，我在脆上发文也是建中老师解答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家如果知道他是谁的话，可以多多 follow 他，对，可以得到蛮多，就是我觉得算是做台语内容蛮第一线，蛮在做新事情的一些资讯，对，我不知道 if that makes sense， 我不知道听不听得懂我在表达什么，对，是的，对啊，网站内容很强，对我们今天是讲那个拍字练习下次我们可以来玩玩看，就是其他不同的练习，是的，好，我们拿汉字你嘛会当倒变过来，就是来练习你的罗马字的输入。我们刚刚7个有点多，咱这道的5句好啊，5句，来，咱就抽5句你若选这，就是练习你拍汉字，所以你就算你的汉字的输入法比如讲你用手写，如果你是用什么手写输入法，或者是有的人是用迄个还有这啥无虾米输入法，还是仓颉输入法，不一定是用迄个拼的。不一定是用罗马字去拼的，就是有些人会用，有些人比较习惯用无虾米或是仓颉这种输入法来一样可以输入台文，对那准是安尼，你可能就爱练习这汉字的不过你若是有想要拍转罗马字的人你可能就通好练习这或者是你觉得你的那个罗马字特别弱，
可能啊，可能觉得你的罗马字特别需要加强的话啊，你得练这，怕呆的当然我们从教典抽的例句，当然就是教育部罗马字。对，那我们先试试看吧。还好我也是有教育部罗马字输入法的。来，因为我平常时是用白话字啦，有的迄个无共，比如讲快递啥？一直拍唔对。快递准高顶你是拍台语输入法？拍台语就会当测对无？拍台语的输入法就是会当看你要爱用白话字，还是要用迄个教育部的台语拢会使。对啊。你着切做你较惯势，毋过当然你若是要用这台语文拍字练习，你是为教典抽出来，你可能着爱用迄个这啥，迄个这台语，伊才会算你对。你看我若拍白话字吼，有迄个都无共吼，大家若知影就知影。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应该知道啦。白话字跟迄个台语是两种不同的、不太一样的系统，所以你看。就是这两个是同一句话哦，快伫准高顶没有，只有打前几个字，快伫准高顶但是你看这个用的字母就不太一样，还有那个调符声调的那个符号的位置也不太一样今天没有要讲那么细那总之呢，我先给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快，你看他就没有算你对，那所以呢没关系。还好我两种都有，对，所以我可以切回来，切回这个台罗的，好，快伫准高顶，迄块灯都形是啥？灯都形我没听过诶，我就甲恁讲，我台语嘛无偌高。灯都拍唔对，灯都形诶，观察帮为什么要拔我的脚？是安怎？观察帮他这个标点也要呢。暂时做桥帮句点要句点也要呢。真计较不知道那个如果我们用如果我们只用那个罗马字母，但是没有调符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算分呢？我好好奇哦。我们来实验一下好了，我是真的不知道现场实验给大家看。生本这样是不行的，不管是没有给调符还是加数字都是不行的，所以真的要用就是有调符的台文输入法原来是安尼。生本就较土性这我会晓土性我就知啊。你莫甲伊计较。灯都形原来是长方形嘛？对啊，这个不错这个除了可以练打字速度，你还可以就是获得一些随机你不知道的教典例句，然后你就会学会一些你本来不知道的字，好赞哦！安尼我以后有代志无代志，就来练一下，嘛袂歹呢。有代志无代志，咱无在条做主意。好歹势，顶回歌会有唱这条，就是西公园啊会怪味，哇，我会当哪开讲哪拍字呢？恁就知影讲我真正是一个足专业的，有咧用台语做脚气的人。有时就是爱哪甲人讲话，哪爱做代志。伊敢有分迄个？有分呢，他大小写有分呢。哇哦，大小写居然有分吗？你看小写的不给过小写的算错一个有分。
伊听到消息，嘿，啊，大家若看较近的，看较详细的，会看到讲伊顶头是有汉字的哦，所以若对你来讲，你若是迄个专了较无熟手吼，啊，若是甲迄个顶面的汉字你读出来，对你来讲会较有帮助，你较知影是对一个词，你嘛会使，就是看伊的汉字来甲你斗相共，哦，无说就去切掉。的赶转去啊！啊，伊这轻声嘛爱拍有对，伊才有分哦。嘿，赶转去呀！我是对拍毋对，啊，毋是看啦，赶啦，赶，好。欧拉夫，阿曼环境，你要不要学帕台语？你要不要来学怎么打台语啊？没有啦，没有啦，嘿，无强迫啦，嘿，没有。我今天在表演给大家看这个，我觉得很赞的。如果想要练习打台语的话，应该蛮有帮助的网站。一个一点来去，未打一个，想安怎？我少打一个那个句点，哇！这摆就卡迄个啊，明明只有5句，但是居然要花4分多钟，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教育部台罗比较不熟，因为我平常时拢是用白话字啦，我平常时白话字用较济，啊，我怕啊，夭寿太高贵，我平常时是用白话字咧拍字较紧，阿老师阿曼德啊，欢迎你来。我平常时是白话字拍字啦，毋过有时啊，接到一寡工课的时阵，有些人嘛会要求讲爱用台罗，有时候比如说如果你是接公家的案，也不一定要公家呢，但是就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同，所以如果你是接到有跟你说一定要用教育部罗马字的。教育部台罗的话，那我也不能用白话字啊，我也不能用北维基，所以就也会用到啦，也会用到，对，那就没错，就是这样哦。那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哈，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啦，我自己很好奇。对，那如果我在汉字这边哦，就是一样打汉字，台罗这边，我如果用北维基呢，这样的话可以练吗？我很想知道，那我来实验看看。对，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北维基特别跟教育部台罗不一样的地方，才有真的测试到呢？对，比如说平亚啊，这是转的平亚的那个，我应该先打北维基哈。平亚的那个鼻音是长在这里的嘛？鼻音是长在这里的，你都要关系用台罗，你弹到，不要紧。其实拢是讲迄个你下乡其中一种，你要学另外一种就真紧啦。其实也还好啦。你会其中一种的话，要切换成另一种，应该其实也蛮容易的。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会哪一种都很不错。好，片啊，吼，大家看较近的吼，那个白病是这个吼，白病是这个吼，那个叫什么？教育部台罗的话是这个嘛，是2个 O， 这个2个 O， 对啊，北维基的话是多一个点，非常小的点，大家看得到吗？这里是有一个点的，我甚至没办法把它标起来。好，能放大就放大，那不能放大就用听的，对，好，还是我可以放大，我可以吧？我可以啦，来看清楚咯，有一个点点啊，有一个点点，看到了吗？有一个点点。这北维基跟台罗无同的所在，我很想知道，就是这些不同的地方，能不能让它顺利的就一样可以让我们练习哦。片啊吼，我别怕，片啊吼人进来，哇，怎么办？怎么有一种那个真的要拿 CP 文来给人家练习的感觉嘞？太好了，手机可以不用放大。你看，就说我是宠粉主播，你们还不相信？
实在是哈。来，那我们来试试看吧，练习输入台罗。不知道可不可以耶？好，我们来练习看看。好，北维基到底行不行呢？我知道，我们先试试看，用台罗打一样的句子，看会怎么样吧。偏呀，吼，让金，哇，全错，怎么可能？全错。偏呀，吼，让金，哇，这样会不会算全错？好，那我们来看看北维基会怎么样吧。偏呀，这样就对了。火狼金，哦，好好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刚刚那个狼不是长得一样吗？这样就又可以了。好暧昧的句子，还好吧？鼻子有很暧昧吗？鼻子就蛮浪漫的啊，我觉得蛮清楚的啊，有什么好暧昧？很清楚，好不好？好，平安好狼金，那它很厉害耶，那可以直接拿来这样用哎，根本就可以直接拿来，哇，那很好哎，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练北维基，的话，你就直接把那个文本改成北维基的文本就好了，太好了。耶！我又全对，好 ，OK， 好。那我记得好像其实也有一些网站，就是可以直接帮你把那个教育部台罗直接转成北维基的。我蛮确定有这哦，好人精嘛会使啊。呵，咱盖姐，好人精啦。平安好人接，足甜，有够甜的。讲到哪里？对，就是我蛮确定有那个网站可以直接把你的台罗的全罗马字转成那个北维基的。哇，那所以很方便啊，你就直接把那个台罗句子就丢进那个网站，转换好再放回来，你就可以练北维基输入嘞。哇，好完美的网站。哇！画风骤变，对，没错。但是我记得猫猫卡爱跟他的朋友会说一句话，叫做“没有以杀死对方为目的的打架都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好，太嗨了，我真的是往小丑直线前进呢。我们今天明明是很学术的台，是怎样啊？好，怎么办？表演完嘞，没事做了。那我们就来看我可以打多快吧。片呀，好啊，好人精，怕掉，耶！12秒完成，好快哦，太好了，火蛇好厉害，12秒就结束了，挑战极限的时间，对啊，不过只有打一小句耶，只有一小句，好像也还好，对，好。但我们的活动倒数还没结束，对，那我来喝个水好了。怎么办？我现在要干嘛？请大家提供一下，我是不是应该打一些什么有趣的？对，火蛇好快12秒，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猫猫可爱，什么意思？我先喝个水。救一下，好，陪大家聊天是不是？耶，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只要再收集3个贵的 Super Chat 就可以办比赛咯。打字好快啦，哈哈，还有什么意思啊？对呀，一定是说我打字好快好厉害，对不对？我的在啊，太好了，好，太好了。如果办比赛的话，你们想要看什么文本啊？好唐突。那今天要办比赛，爱互大家拍啥？想要看我拍你拄则搭伫遐的迄个复制文啊？好啦，我找一下哦，应该有团复制文互我。
毋过这无罗马字呢，这无罗马字呢，不要紧，我来试看卖。有人问了很有营养的问题，我要先回答这个。想要提问白话字跟教育部罗马字在使用上有什么最体感的差异？最体感的差异哦，虽然我是用白话字的吼，毋过吼，我要来讲白话字的歹话，嘛无啦，吼，就像头拄啊，有甲大家讲吼，比如讲迄个，叫做啥？迄个白话字的乌，嘿，就是我的腔口会讲乌甲乌。嘿迄个白话字的乌是生做安尼，伊有一个细粒的这个一点，非常小，这个很直接的差异就是我如果字很小，我看不清楚，对，有点不方便不过就我所知，北纬机如果是手写的话，有蛮多人的这个点其实不是一个点哦。北纬机在手写的时候，这个点可能是比较长的一条，对，比较长的一条，对，所以其实不会那么不清楚。可是，在电脑上，就是任何北纬机的输入法打出来的，它就是已经约定成熟，就是会用这个点，对。但是在很多字体里面，这个点蛮小的，就有一点不方便，对。但这也没办法，对，就可能希望以后若是有较侪人咧用白话字的时阵，咱的需求可以互人看到，就希望以后的字体看有没有可能这个点可以长得比较长一点、清楚一点，对，甚至有一些字形，这个点会直接不见哦，有一些字体里面你的这个点还会直接消失的，就蛮不方便的，对。但我还是用白话字，因为我就感觉讲白话字，伊就是原底的有诶，他原本就有在用，原本台湾人就有在用。那我觉得把它打掉，把它丢掉，然后再去发明一个新的，当然会有它的考量，也不是不行，但是会觉得去否定这个已经存在，而且是已经有很多人在用的东西，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我自己是这样想，所以我才来用白话字。但回到刚刚讲过的，就是这两个东西真的很像。为什么很像？因为教育部罗马字，教育部罗马字就是拿北纬字去改的，对啊。为什么要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或是一些其他的考量，觉得有一些拼写规则调整一下，可能在某些情境下会比较方便，对，所以才这样子去改。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有业力的哦。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教育部罗马字不能用，我也没有说它是不好的东西。对，只是有得选的话，我好像情感上，或是一些理念上比较想要优先选北纬机。对，不过如果你说有什么体感差异的话，我主要的感觉就还是刚刚说的那一点真的好小，真的看不到。除此之外，我觉得没什么差其实，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伊理来说，教育部的罗马字比较像平常打日文会用到的罗马音输入法，所以学教育部罗马字很快嘛，很像延伸学习对啊，确实是这样。我也觉得有一些那个拼写规则就比较跟日文的罗马拼音可能就比较像，比较一致。对，所以对伊理来说，可能就比较像延伸学习，比较方便嘛。对，不过我也知道，对有一些人来说会觉得会混淆，会搞混。对，所以就是大概人真正。因为你问的是每个人的体感，那的确可能每个人的体感、每个人的感受都会有差。对这个我就会当分享我的不过我无都代表别人希望回答有满足到你想问的问题，希望有。对，还有什么差异我最近还有发现一个差异对，就是因为我在那个 Discord 用，就是我自己的名字，我有用北纬机写，对，因为我偶尔会接触一些欧美的 VTuber 嘛，对就是我的名字是灰记。那如果你知道灰记怎么拼的话，你不知道的话，我直接拼给你看。对，灰记这是灰记对那个欧美的朋友来说，他可能不知道台文怎么读，他不知道那个北纬机的发音规则。对，那
就前阵子跟欧美 VTuber 聊天的时候，就有一阵子没跟他聊天，他忘记我的名字怎么念了。对，但你知道英文里面呢有一个字叫做锄头，嘿，低头，嘿，那个低头 good 啊 good， 那个低头，哎，读最后哦，但是是会跟后其实有差，但是如果你是用教育部的台罗的话，哦，就长得没那么像。他念会可能就可以念对，对他可能比较会觉得，好吧，他可能会念 hue 因为有一个字叫 hue 太好了。那不管怎么样都会被念错，看你比较喜欢被叫 hoji 还是 huji，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好不好？对，这个也是一个体感差异啦，但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也有发生过一个经验是。我跟其他地方的 VTuber 也是讲英语的 VTuber， 然后他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告诉他怎么念哦。我一样是那个北维基灰记哦，我完全没有跟他讲怎么念，他一猜就猜对耶，他直接念出来就是灰记，很接近灰记的这个音。对，然后我就哇，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就想北维基可能他在那个拼写规则上一定是有他的一些道理。对，可能对一些使用其他欧洲语言的人来说，就不一定是只会英文的人，可能对懂一些其他欧洲语言的人来说，他念出来就是会觉得是念出来的声音会跟台语的那个声音是真的是像的。对，所以我不知道是怎样。对，下次形象是锄头，我要改 emoji 嘛？我的那个代表 emoji 应援 emoji 要改成低头吗？是这样子哦，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好。对，好的。那阿玲说那边现在有罗马字了，是不是？好长哦，是怎样啊？好哦，还有2种让我选，是不是？有那个北维基跟教育部罗马字，那我当然要选北维基啊。好，太好了。那我们这个美好的一天就有这个非常 emo 的优质文章。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打复制文了，还能充当圣诞老人，吼吼吼！谢谢你，伊里，谢谢，吼吼吼！不是，圣诞节都过多久了？是嘞，哈喽。好，那我们就来挑战打复制文吧。不是，复制文不是都拿来复制的吗？哪有人复制文再用手打的？是怎样？好啦，啊，汉字大家可能看较惯势，咱就用汉字好啊啦。好，来，哦，足紧张，有够长诶。好，来，圣诞火蛇会送观众礼物吗？我的表演就是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啊，对不对？我的笑容就是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啊！要怎么样让陈火蛇的脸上绽放笑容呢？给我钱，好让我能好，不要再唱别人的歌了。不要用手打也可以考虑扣啦，谢谢伊里，真想变600。虽然这完全就是我会讲的笑话，怎么会这样？好啦，那我们就来打字吧。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哦，我不能有空格是不是？好啊，不要紧啊，我无差啊。唐突发作啊，我嘛是啊，我也是随时就会有一些有的没的，我都不重要啊。大家可以学起来。你以后想要情勒别人的时候，你就是除了中文之外，你还可以使用台文哦，感觉更那个嘞，更有温度了呢。你就继续牵拖啊！我家无爱信道啦，我家无爱我的家啊，我的家不是这个家啦，我家无爱信道啦。花的，逐人毋是逐粒是啥？花的逐人拢安尼啊！我已经惯势，上班上到3更半暝。这种文本要超 hysteria 的语气 murmur。
拉咧，我拉伫倒位？小等拍了来好好读者，不要紧啊。其他人开就好啊，什么意思？其他人欢喜哦。其他人开就好啊，无甲我对，若是明仔载，无毋对啦。无甲我怪伊嘛，无要紧啦。我真是有够烦的，我真是无人介意啦。随在你好啊。花滴，逐摆，花滴逐摆拢安尼。我一直拍毋对啦，花滴逐摆，这有够长的，拢安尼。哇，如果真的办比赛的话，这是魔王题吧？这是最困难的那一题吧？一直甲我的字消去，或者逐摆拢安尼，我真正袂晓拍字，真正无差，我真无要紧。就安尼啦吼，不是，你是假装投稿，其实想要骂倒吧？假装投稿想要听我念 emo 台词吧？不要骗我啊！就安尼啦吼，有一个啦不见了。你唔免来催我嘛，会使啦。魔王题的话还要再校正，你要把它改更困难是不是？来呀，来呀，来，期待。不是讲的好像已经确定要办比赛了一样，没有，还没决定。对，如果有达成目标，我们才要办哦。逼大家一下哦。真的超适合给。被大家发现我的力都会打成一粒了。因为那个你知道打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有 L 跟 I 如果我不小心先按到 I 的话，就会有 I 跟 LI， 就会变成一粒哦。所以就常会打成那种不要紧一粒送的贺，不是，我是要打力送的贺。好，拍谁？被你们发现了天大的秘密。大家有送吧？有送的，交一下钱好无？无我是可会当安怎？我是会当创啥？我可会当创啥？除了轻轻凊彩食。VTuber 就拍着，考上阿蛮欢迎，欢喜啊吼，欢喜的，欢喜的，欢喜的，你无需要陪我啦，真是无要紧，有够烦的。无要紧，真的啦，你敢？毋是，甲伊说甲喙笑目笑是安怎？举炸弹没有炸弹，无炸弹，莫有别讲。甲伊生甲，等等丢 SC 内文写，我毋知送啥，会不会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知道送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要干嘛？你是很想要我办比赛啊？真的假的？嘴笑目笑，嘴笑目笑。你唔知送啥？你太唔知。需要我干呐？我干那插到你尔。真正想要看啊！你们来阿蛮欢迎，好啦，那真正吼，大家足想要看的，迄个，比赛之前一定跟我同，没有那种比赛，别乱讲，什么同人文比赛是在讲啥？人家你关心我啦。我孤一个人，我孤一个人就好啊！我孤一人，孤一人。哇！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作者签到，
真的假的？哇，建中老师，你好，你好，你来伫遮，多谢你这个网站有够赞的。我真爱大力推荐大家，真正爱来加用这网站好好练习。哎哟，哇，老师，你太伫遮啊！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我问你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哦。迄个，我无爱讲要创啥，我无爱讲要创啥，互你选要爱还是毋爱，请老师拣一个，要爱还是毋爱啊？请拣一个，你的这个选择对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一定是足重要的。互老师拣哦，互老师拣哦。你讲是对一项，就是对一项哦。请，老师会安怎选择呢？好，请大家会使甲伊鼓舞啦，会使听着真可疑，敢有太有可疑，一定是好代志啊，对无？我拢对迄个各位观众朋友祝贺的啊，太有歹代志咧，太会有咧，老师，请敬，拜托啊，大家都靠你啊，哇！伊你嘛是要看比赛，伊你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感谢伊你的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多谢伊你的300块。咱真正为迄个愈来愈接近，会当办比赛啊！真正爱甲足侪 VTuber 朋友绑票，毋是绑票，绑票来遮比赛吼。哇！老师无要紧。不要紧，咱，哇！老师直接来就看到咱咧拍这无营养的复制文，太安尼，毋是应该拍一下迄个台语诗啊，是啥物的？结果咧拍这啦，时间敢会赴？毋知哦，阁剩30多秒哦，两个拢公布啥？啥意思？你是讲两个选项选了会安怎哦？无爱甲大家讲，无爱甲大家讲。你遮毋是我的全世界，救人哦！阁剩10秒。感谢你的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感谢阿玲的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多谢阿玲300块。F 是啥底啊 ？F 是啥物意思？F 是啥物意思？这敢是咪嘛？足久无看网络咪嘛？好啦，咱，哇，咱时间到啊，毋过无达成。感谢你的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安尼当然算你会付，算你会付。多谢阿玲的300块。哎哟，安尼毋拿300块呢？来，咱，哇！多谢今日阿玲赞助900块。感谢鸟味果水甲伊利吼。嘛，拢有赞助300，阁有建中老师，太互我钱咧，太互我75块咧，太互我钱咧。头拄仔原底是想讲吼，互老师拣看要爱还是毋爱老师若拣讲要爱吼，咱就莫管即个啥物目标啊。既然老师都已经来啊，咱比赛就办落就对。F 是下付的意思，救人。这毋是迄个古早笑亏。讲对一个罗马字，无迄阵拢讲英语字，对一个英语字母袂低道，袂低道，结果是 F， 因为 F 好多谢，多谢你，互我回忆着即个有够古早的笑亏。好啦，既然代志都已经安尼，我就只好来办比赛啊吼。哇！
办啦，办啦，办比赛就对啊，啊，老师要先来洗碗，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哇！多谢老师明明咧无用要洗碗，啊，搁来看啊，多谢啊，老师若洗了，就是有洗碗，好，莫去讲这有够无好笑，若要拣物件先选无爱，太安尼，不要紧，有达标，所以比赛是一定会办的，嘛较早讲你就免，我就是介意甲大家创治啊，对无？多谢伊托六个车嘛，互我300块，哎哟，今日搁劳烦大家哦，靠大家支持足侪钱，多谢。好啦，比赛一定是会办啦。啊，搁多谢鸟米果水，送出5个我的会籍。感谢猫猫可爱送了5个会籍，有中奖的朋友，你们可以看我的非常优秀的会员限定内容了，太好了！可以看我家的鸟啊棒赛哦。讲的要做心虚的，他拢在做这种的。伊里在假装收到会籍啊。哇！今日老师的网页开老话区啊，若有问题，拢会当老话甲老师问。咱来看卖，请大家稍等啊。稍等一下哈。咱来看，切一个网站。互伊走者。老话区。哦，好，安尼我就直接放互大家看哦。安尼咱来老师的网站，歹势哦，这我应该刷一下位，互咱的 Super Chat 吼来较顶面的，好，来，咱来看，我应该甲迄个网页打互大家吼。伫签到遐原来如鸟，请大家甲这个网站吼加入你的迄做啥？我的最爱哦，啊毋是啦，即马拢讲互做书签，对，多谢老师做做者做好用的，咱直接看签到，会当来遮呢，会当直接来遮签到呢。会当老话交流互动，安尼我就无客气啊！我就直接迄个来甲老师吼交流互动，我有这会址迄个或者啥的，做歹势咧。多谢老师开发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工具，互大家练习。定着爱写批筒哦，好，留一下我的批筒。这批筒是真的哦。恁若有要寄批还是要安怎？真正是寄来遮哦，安尼，哎呀，我老话啊，我上电视啊，阿爸阿母，我上电视啊，太安尼，无客气，敢有客气？有啊，网站应该拢有客气啊，对无？无好笑，咱转来头页啦。有老师家己的文章呢。老师的，甲大家分，电视台甚至是我家己。是安尼无毋对？
哇，老师的文字拢会放伫遮，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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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家若是咧，先甲新朋友小姐问，蜡罐汽水你好，我是叫你蜡罐汽水吗？哦，你有写叫我汽水，好，安尼我就叫你汽水，敢袂使？汽水阿妈欢迎你来食饱未？欢迎新朋友汽水初见安安啊！我平常是讲台语讲作济吼，很爱讲台语，所以你会点进来，应该也是对台语不排斥吧？欢迎你来。讲到倒位咧？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会讲，我是有咧用台文咧过生活的人，所以我嘛是有介意看别人的台文的文章，尤其有真济可能是分享家己做事的心得哦。对我来讲，这做有影响的吼，我感觉这会当学到真济物件哦。所以大家若有甲我同款吼，爱看即种的吼。定着爱定来看哦，水呢，水呢，水呢，太好啊，太好啊，太好啊！原底要甲大家推荐的是拍字网站，顺续甲迄个建中老师的规个网站拢推荐互大家哦。后盖吼会当来算别个工具吼，好，安尼。大家敢还有啥物想要问的，还是想要讲的啊？到店票地些，会当岛内哦，会当岛内哦，来，后盖算听写练习，会使，一定算，互大家看，若要办比赛吼，可能嘛毋若办即个拍字的，会使办迄个听写的练习的比赛嘛，袂歹呢。来，我甲大家讲重点吼，重点就是岛内。若是建中老师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你就会当来遮，互伊钱好无？来。哇，你这个赞助是赞助真奶，好赞哦！来大好大家，来，今日上重要的就是这，人吼，人要活爱食饭，人爱食饭就要爱钱吼，所以靠大家，我话就讲足清楚啊吼，若会当互阿慧钱，嘛会当互建中老师钱，0287阿曼欢迎，晚安，欢迎你来啊！没有想到我今天好像体力不支，也没有开，可能也不会开那么久。感谢分享，请大家要是优先甲钱纳互伙计，莫安尼，有钱大家做伙趁，莫安尼讲，迄个有钱大家做伙分吼，大家拢需要啊，无啦。看大家大家也不用勉强哦，大家那个还是要优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有余力我们再来掏钱支持，好不好？对，就请大家，如果观众没钱吃饭的话，我就没有观众，我也很困扰。雷华阿曼欢迎你来，雷华阿曼，我人做好，普通啦，这一定爱呀，就。大家人会使做到的代志无共，虽然蛮突然的，比如讲，这都毋是我会当做的代志，做这好用的工具，都毋是我做会到的，吼。可能我较会做的，就是做一寡奇奇怪怪的节目，还是奇奇怪怪的表演，还是做电子小抽啊，吼。大家这种知的，嘿，这就是我较做会到的代志，大家的。看你的心情吼，今日想要甲钱吼送，你就好送你若钱足济吼，你若雄钓一下迄个发票吼，钓奖你就当捐出来。好啦，莫白讲，安尼就变做真正甲伊你讲的共款，想到一个较超过，甲钱吼伙安尼就免烦恼，暗顿要食啥，你代替我才爱有影。大家若是咧烦恼暗顿食啥的，甲恁讲免烦恼，真正免烦恼。烦恼遐济，你嘛袂去食，无你就甲钱互我，
我会替恁食，甲即个烦恼交互我来替恁承受即个困扰，好无？大家讲好毋好？好毋好？雷华头拄仔钓回即啊！恭喜！你就会当看到阮兜猫仔放屎的影片，想想要看迄毋过你若是感觉迄个猫仔放屎甲台语无啥关系，无爱看，不要紧。我阁有另外一个放屎的是我的乱情啊，我的语音的乱情啊，会叫你起床放屎，恁会当，恁有钓会集的拢会使去下载哦。有中会籍的各位可以去下载专台语叫你起床放屎的这个。乱情啊，语音哦，真的可以设成你的闹钟哦。一早就听到台语，有没有很棒啊？美好的一天从阿慧叫你起来上厕所开始。好，讲伤济废话啊！感谢赞，是你唔甘嫌啦，真正是你唔甘嫌。饿到了去吃饭。好啦，大家会使去食饭啊！真正伫咧烦恼暗顿要来食啥？甲你讲免烦恼，无啦，讲笑的啦。好啦，多谢大家等钱互我。办比赛咯，耶！佮加一项工课爱做咯，欢喜做，甘愿受。美好的一天从我的教室开始，别乱讲，什么意思？卖我白讲，今嘛要无做甲迄个领域去哈？那方面那个领域还没有研究哦。那个什么叫声？卖我白讲，好，讲了啊。我要讲落去倒位？小等有啥物台通好讲落？我来看卖。大家我后摆开台啥物时阵？后摆开台是后礼拜一。需要帮忙可以外包企划书，真的假的？写上瘾了，真的假的？既然你都安尼讲啊，那我好像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呢。太好了，确实最近有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外包一些工作？没错，来，大家要来倒位？要来倒位咧？要来好，我知。帮忙叫2声，什么意思？你要我不是啥物？伊里帮忙叫2声吗？卖黑白讲。我已经无开来通甲恁骂啊！我真的没力气骂你们了。我们就这样吧。大片闹钟一开始就是叫声，别乱讲啊！想要知道是什么叫声的话，就想办法得到汇集吧。好啦，感谢汇集精彩的直播，是大家唔甘嫌啦，是大家唔甘嫌。不同难度的文本都可以提供，太好了！我准备好压榨阿玲了，谢谢。我们的比赛就靠压榨台语帮的朋友。好啦，废话讲伤济，咱来去看别人啊，今日足欢喜哦，通好甲大家介绍这个真正我感觉对大家学台语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网站哦，请大家都一定要去试看卖，好无？大家一定要去试用看卖，一定要有较侪台语着，请大家尽量去试看卖，嘛感谢去中老师本人来甲我捧场救人哦，嘛感谢大家今仔日吼赞助足济。互我真正通来办比赛啊！好，我会骨力拍拼，好无？好，安尼咱的后礼拜一要来创啥？后礼拜一暗时8点，我会伫街头来访问一个 VTuber，我这访问的时阵若对方听有台语，我就会用台语甲伊问，咱的拜一才来看卖，拜一才来看有。倒一寡朋友会当通互我用台语来问咱才来期待一下。上无有一个啦，上无有一个，毋是迄个街头，就是伫街仔路顶面访问，是的。讲了啊，就讲再会哈，大家拜一再会。敢无压头啦，街仔路雨落袂停。一直咧唱别人的歌是咧创啥？原来是因为我嘛无家己的歌，所以只会当唱别人的歌。希望2026年通好有机会写一寡家己的歌呢。
好啦，我尽量。他有一粒乐透，家己跳出来，什么意思？好啦，足济头的呢，恁遮的人出头足济哦。噔噔起，呵呵，到底在讲啥？哎。